大白菜，大白菜，要一个大白菜，一个西红柿，一个大白菜，一个西红柿。OK， 没问题。没问题，你倒是撇呀！你快点啊！大白菜，白菜，白菜，来！西红柿，一个蛋白菜，一个西红柿。肉。皮卡丘。你有这么快？必须的嘛！嘎嘎快，嘎嘎一嘎嘎，轻轻松松，走在此内。世界上最快的男人就是你，果然。你这滚犊子！你自己不行，你还骂我？你王八羔子！上菜快，你说。你骂我？你说的是上菜快吗？是啊，一个西红柿过来，西红柿，然后肉过来，往上直接一个放，肉就倒回去，然后直接上菜。你给我进去之后，这个还要西红柿，进去就是还有爆米花，西红柿，爆米花。对，没错。怎么还有捣乱的呀？我洗盘子。怎么还有捣乱的呀？